中山沙溪聖詩村。今年6月，我獲得中山國旅嘅邀請去參觀中山市沙溪鎮嘅聖詩村。獲邀嘅都係中山國旅嘅擁躉，我哋連埋導遊一行20幾人，從中山國旅總部出發，坐車20幾分鐘到達聖詩村嘅村口落車。我哋首先嚟到村口嘅聖詩江畔糧倉，參觀沙溪鎮嘅非遺文創作品展覽。沙溪鎮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共有16項之多，包括例如沙溪涼茶、沙溪4月8民間巡遊、龍都9大簋、18羅漢拳、聖詩鳳舞、中山裝製作等等。睇完展覽，我哋移步到旁邊呢一家10苑涼茶館，嘆一個下午茶。導遊首先同我哋介紹呢一家涼茶館前身係一個糧倉。以前呢個糧倉已經係落後啦，好多時啦，但係咧懷舊咯。而家以前啲糧倉咧，呢個最先進糧倉，早期嘅糧倉係圓形嘅，而家呢個糧倉係先進咗嘅，因為咧佢係方形嘅，方形咧就方便啲車啊入嚟運走嘅，圓形嗰就唔方便啊，所以呢個設計咧。呢條成個園區咧係講李縣嘅國家糧倉，當時屬於係全中山4大糧倉之一。咁經過呢幾年嘅鄉村振興、8千萬工程美化打造之後咧，我哋呢邊就多咗非常多嘅文化元素啦，多咗好多我哋呢啲文旅嘅業態入嚟。咁大家嚟到嘅呢個地方咧，就屬於沙溪鎮嘅聖詩村。咁橋對面咧，其實咧係我哋而家打造緊一個有一層樓嘅島。係，下次如果時間充裕啲都可以過去嘅島。咁呢個係沙溪嘅葉仔，咁咧一邊一個係芋頭嘅嗰個皮，一個係南瓜皮甜嘅，跟住仲有個角仔又係沙溪特色。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聯西餅、金渣、角仔、沙溪特色點心上齊啦，最後仲有一隻好大嘅蘆兜粽，我哋覺得啲食物都好好食。呢間餐廳幾好玩，有現場示範包粽同埋學習包粽。可以攞走啊！現場15蚊就攞走。你要煲成3個鐘喎，可以攞手套自己嚟試下學下。邊度有手套啊？哦，係咪想包啊？可以。我都想試下你。未我家婆話我咩都唔識，我喺呢度偷下師先。我覺得好叻喎，可以試下㗎。呢度仲可以自行點歌唱卡拉 OK。有我想無法等待，今日要努力，世間再很可想起這單車，還有幸福多謝。最後我哋每人獲贈米磚1件。我哋真係又食又拎。呢家餐廳營業時間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。如果嚟聖詩村玩，不妨嚟探店。之後嘅某一日，我哋自己開車再嚟聖詩村，泊車都好方便。我哋就停喺聖詩村黨群服務中心外邊嘅馬路邊嘅停車位，係免費停車嘅。如果唔開車，聖詩村都有2條巴士路線途經嘅，包括078同079。078喺石岐嘅沙江墟開出，079就喺中山疊石村開出。大家只要去到中山沙溪鎮附近，就會揾到相關嘅路線嘅站點㗎喇。我就嚟到獅教河旁邊，我沿住黨建道行，遊覽獅教河。上次嚟嘅時候，導遊教識咗我教字點解，原來教嘅意思係河流匯合嘅地方是為之教。獅教河有多條河涌匯入，包括沙朗涌、深涌等等。
呢條河風景都唔錯。從呢個地圖可見，聖絲村唔大，只有幾條街，不過都有若干值得遊覽嘅地方，有聖絲古碼頭、阮家舊宅、聖絲文化廣場。行過休閒橋過河，可以去到聖絲休閒農業觀光園。肚餓啦，就嚟到龍都美食匯。我哋嚟到呢家聖絲肥婆蜆粥，睇下個餐牌係先有粥底，10蚊可以加1至2款餸，13蚊就加3款，有10幾20款餸可以揀。我老婆就揀雞絲魚片，我就揀瘦肉魚片花甲。粥係好大碗，好綿好食嘅。料亦都好豐富。粥檔嘅轉角另一邊係賣小食同埋飲品。我老婆叫咗魷魚同埋2樽雪梨水。呢家餐廳就喺河邊，風景係唔錯嘅。可惜呢度係開放式，冇冷氣。而家正值夏天，我哋食粥係滿頭大汗嘅。我哋食完粥，因為氣溫比較高，並不舒適，我哋就打道回府啦。各位網友，建議大家喺秋冬時分嚟探訪，更加能欣賞到聖絲村嘅文化風景。感謝各位觀賞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